市民心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心声》节目。今仔日呢，要为大家来进行人物的专访。那么，这位人物呢，伊伫个少年的时阵吼，因为唔捌代志，甲踏唔着脚步，所以变成黑道。但是后来呢，伊浪子回头，改革自新，结果呢，除了做了真成功以外呢，伊个大力伫来推动宗教文化，也有推动体育，而且非常的热心公益。所以今仔日呢，咱特别邀请到这位非常特别的传奇人物，到咱节目当中，甲大家来分享伊的故事。咱即马就来欢迎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吴理事长，欢迎您。各位市民心声的咱遮好朋友大家好。好。我是吴志祥。是非常真正是今天做感动的，当访问点我们浪子回头的这个吴志祥理事长啦因为吴志祥理事长其实伊的故事真正会当讲是非常的传奇，然后其实呢非常的励志，可以感动很多人。所以今仔日咱特别邀请伊来到咱节目当中。一开始咱当然爱来问讲为什么你当初时啦会来踏错脚步呢？打入这个黑道，而且是这个教父级的大哥大家都很好奇，跟大家来讲一下。讲教育局是咱唔敢讲啦，但是因为咱的较早少会，厝里环境无介好，因为我本身嘛是是住伫迄个内都遐迄个平民主体是迄个平民住宅。对，那时候那边是平民区啦，对，是平民区遐比较上嘛，有较复杂小可啦。对。咱读册时阵迄阵做囡仔，就有当时有受到一寡较无公平的待遇嘛心内上拢会比较较有一寡委屈。是。尾想想讲是不是来行这条路有可能会当保护咱家己厝里的人，但是讲有一寡朋友安尼。所以讲尾怎就直接就去台北。台北台北就较复杂。我这个朋友怎较继续生活怎开始聊落去安尼。所以就是因为成长环境因为可能住伫个较善食这个所在，然后感觉讲可能互人看无，会互人欺负，所以想讲我家己要安怎，互家己莫互人欺负，结果佮交到一寡迄类的朋友啦，所以就踏入去这个部分。咱知影讲你进前应该是。因为有这个枪击案的关系，有去入狱，对不对？对。行迄条路一定打打杀杀嘛对。迄个为着嘛是因为一个教理这个债务的一寡问题所以讲有开枪。当上了后，咱嘛是因为这个枪击案去关，关完先煞搁送去管分，去龙华管分。我几个当这是。伫迄个过程中咱嘛有交到一寡朋友啦。事实上，啥物款的人都有，但是有伫内底有一寡教会师咧讲是事实上嘛是有作用啦。咱较有时间通去想，所以讲用到伫遐写字啊、写文、写书啊，写到尾即摆咧写字，敢若袂是讲写到敢若佫袂歹看安尼。看到我感觉讲就住入去伫内底多好。多啥物话学到一个写字啦，一个写字有。哇，学到一技之长。对，佮甲一寡朋友有当讲一寡家己的心声，一寡经验，一寡经验做人处事伫遐嘛是有学足济啦，学足济有。所以你就是入去加的时阵，互你有感觉讲，你应该爱行回正道嘛。后边咱知影讲，好像是因为你的爸爸他就是希望说你爱龙树回头，所以这拢有关系吗？有非常的关系。咱拢伫台北，许多人也聚会，就转来咧讲安尼讲无，要团结往来。我想讲这样嘛袂使，爱歹囝饲爸，人咧讲一句话你若对许大人无友好，你讲对朋友偌好，人嘛袂好相信。伫迄个情形下，我怎转来管完转来了后，我怎讲好安尼？我转来台南，转来咱的故乡，因为我拢伫台北嘛。枪击案迄嘛拢伫台北发生的。其实伫台北有熟识足济，伫咱台南去的一寡遐的好朋友啦。我转来了后，就开始为迄个建筑这方面，因为阮弟弟本身伊就是咧做迄个建材。怎开始甲阮弟弟怎心落去
为建材这方面，咱开始去做安尼，开始咱踏入这个营造业内底，对，所以开始做风水啦、涂料啦，一寡遮一搭，所以讲，毋只单为3个、5个、8个，这样是差不多公司，咱毋讲足大间啊，但是最起码员工嘛，安要几百个吼，加照顾一寡遮个人啦，安尼嘛是真好啦。对，哇，所以就是讲你后边的龙柱回头啊，其实人当之前人会讲，你踏入黑道，好像是一个不归路嘞。那不归路后边你啥海当完全拢就是袂个搭转去啊，因为你需要做了好嘛，还是你心内抱持什么款的感想？是当阵时大人也坐伙啊啦，咱转来吼，转来想讲安尼嘛毋是办法，囡仔，我咧入去内底的时阵，囡仔佫抱伫手里，出来已经咧走啊咧，咱就想真济啦，咱就想真济，所以讲吼，安尼嘛是一个咱的心内一个转捩点，转捩点，讲安尼应该好啊来做事业，看吼下当吼，一寡加趁一寡钱，来是大人互伊较好过日子的，较过日子的安尼，所以讲从开始对这个风水。涂料开始一直个，头我嘛是家己咧八关八落，嘛是八关八拢家己来哦。是啊，头较3个5个尔。咱一定要家己咧做嘛。对。咧做，咱拢外行的有师傅咧甲教，迄阵是师傅咧甲教。咱就一直开始就学用，做一寡遮个风水料，佮做一寡外墙的涂料。大家嘛碰规头规面。但是生活过了是真快乐啦，咱讲真诶，较早讲暗时有当时咧困人个警察入来就甲你叫起来，讲零检，迄个生活是无共款，完全是无共，较踏实。你困嘛较好困，这是事实。哇！所以因咱迄种伫咧黑道的时阵咧混黑道，想拢安尼打杀，佮会烦恼讲敢是有人会安怎啦，警察佮来啦，拢困了袂安稳。结果后壁即马互咱回头了后，即马正当的事业咧做，拢感觉讲一切都很踏实吼，对无？对。像咱早站的迄个奇美电子厂，尾也无群创，即马改做群创吼。我喺当阵足早进前，迄阵啊迄个为4手开始来做到8手。哇！奇美电子厂，了后，像咱的台南遮的奇美博物馆。对。那个地下街有吼，地下街那个我们那个海岸路地下街，迄个停车场遐迄个工程，个尾像我即马拢做台积电啦，台积电，是不是还有南纺购物中心？南纺购物中心1期、2期都是我做的。哇！遐个风水甲迄个停车场吼，咱停车场的下坡时那环氧树脂那个，迄拢我做的。即马目前来讲，有头咧做台积电吼，台积电那个竹科的 RD1，竹科 RD1咱南科家是18厂。18厂的 P3 做啊，P4嘛做好，即马做 P6、P8，P6、P8，伊一厂起来拢袂少的啦。拢几落万迄个，平凡米拢袂够少。但是就是讲，咱就是内底员工吼，师傅拢对咱嘛拢足久啊。因为我做这去迄阵啊，我两转来了后，就开始隔两天我就开始做入这个公司。为外行的开始学到这样时吼，嘛有头会当甲师傅上课啊。你嘛会当甲上课啊？因为咱家己实际上有咧做。即马当然，即马拢走业务啦。迄个像讲做台积电有无吼？台积电咱即马咧做拢固定的师傅，拢爱几60个，拢爱有牌。有证照，我家己嘛有去上课，我家己嘛有证照，我家己一定要有证照，你无证照你要怎带人？对咱袂使外行咱嘛一定要内行，甲我当去带。有一寡头家拢无去考证照，拢考下面，结果你家己拢有诶，厉害。你若无考证照，你家己若袂晓，有的时候较无说服力。对啦，你要讲业主吼，或者是建筑师。你要甲伊讲，有当时啊，咱也外行啊，要讲啥？对啊。咱是以专业的角度去做这个代志。
迄落咱的物件人，比如讲人流水流啊，咱去甲处理好啊，用好啊，嘛有迄个成就感。很有成就感。对，你看像我即摆咧做那个远雄吼，远雄伊台湾产生的一寡风水嘛是我咧家己服务。你拢甲做，我拢做有够大间的企业呢。我咧家服务，我咧家服务。是台北遐着新增回龙遐着2栋，2栋啊，台中遐嘛2栋，啊高雄台南遮高雄，啊个高雄也拢有，拢有。啊，做这是爱重点，那是真正爱专业啦，爱甲保护。做好势较要紧。对，因为人讲这个雨水惊掠漏，所以其实这个漏水吼，这个问题上盖歹解决，结果恁公司就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技术，对不？有迄个，会晓做风水哦。其实公司内底真正会晓掠漏的哦，无超过10个，因为会晓做风水，无一定晓掠漏。掠漏足困难。哦，掠漏太侪种伊的材料，差不多哦，几落10种迄什么所在用什么物件，哦，迄种拢有。足专业的角度咧在做。掠漏风水这方面，恁公司应该是为一开始可能会漏，到即马绝对袂漏啊，对不？所以包括台积电、什么奇美那个都敢叫你们做诶。做足久啊。对，所以绝对是品质的保证啊。我台积电的位较早咧做机密电子厂的时候，伊伫新竹哦，新竹上早12P6就开始改做啊。暂时已经拢算18厂啊，你看伊中，包括伊伫台中。中科的15P6P7，吼，迄拢阮去甲服务的啦，啊，就一路行来，就是变成一个配合厂商啊，都一直做，是，都一直来做，啊，一直来服务。对。啊，那台南的一寡学校，新起校吼，足济啦，10间内底我看，我毋敢讲8间啊，但是上少5、6间是阮做的啦。是。你看像迄个新南国小，金城国中。哦，拢新起的嘛，对，那个盖得很棒哎。即马像高文那国小有哦，国迄高文那国中小，是啊，盐城迄个盐杭国中，咱即马想看新起的遮校，迄种阮风水多了，迄种阮做，系啊，啊，搁有做一寡跑道，皮肤跑道，哇，系啊，皮肤跑道，对，所以讲，像做这吼，不能为外行，啊，咱个事业咱个投入。啊，落尾啊，咱就变就足专业啊，足专业啊。所以讲，家己拢爱做，我咧规身躯啊，即摆无啊啦，即摆都咱有干部，干部啊咧，迄落啊，有培养出干部啊啦，是啊，分层负责安尼。对，所以哇，所以咱吴董哦，事业做了真成功啊吼。啊，当然这就是靠家己的实力，毋是讲靠学倒去围标啥，绝对无，对无？嘿，做这款的吼，做这款工程吼，尤其咱这风水多了这工程吼，你若做了无好势，甲你捧场一遍尔啦。对，都无啊。对，啊，我伫遮事实上，我做这工程转来吼，一寡因为就是讲咱做人爱比如交一寡好朋友吼，啊，莫去占便宜，莫占便宜啊，用这个心态去咧交朋友，啊，咧自然吼，那个会有那个集气啊，就迄个气吼，会差足济，所以讲我尾啊了有甲迄个曾顺良，吼，曾顺良我迄是我的拜把兄弟，前议员呐，迄是我做好一个兄哥，啊，所以讲我迄阵我担任伊中友会会长，担任足济当，是因为事实上伊嘛有我斗帮忙真济，吼，伊帮忙真济，因为伊那边嘛真好嘛，啊，一度有敢斗相共真济啊，人讲鱼帮水，水帮鱼，啊，伊这点足好处的吼，我足尊重伊的，就是讲，伊咧我介绍工程吼。他从来不拿什么回扣，什么回下，这不简单的啦，真不简单，真不，伊非常正派。阮咧有当啊服务案件都阿捌迄落车祸的吼，啊为着几万块，我伫遐超袂好势，5万块超袂好势，阮2个这样出2万5。你帮伊出来的，是阮甲伊安尼，啊摕互迄个上国民车祸的吼，为着60块、60万甲65万，超5万块，超袂好势，啊，大2个。2个讲好啊，一人多5万块，2个一人2万5，啊斗5万，啊同我摕互伊。多直接敲。啊，多60万，啊敲好势安尼，啊伊就足欢喜。啊人迄个事主吼，伊嘛是，也毋是咧讲伊都摕了，伊也毋是看到钱是一个感觉你听，因为伊所要求是120万呐。
啊，伊都讲一半，我现在我你讲到一半，伊就一定要比一半较济。哦，所以爱60加5万。是，啊加5万，啊尾啊了，咱咧做一寡像梁玉伟，有一寡做神术啥，人伊嘛拢提出来叫。所以说他不是因为那个5万块怎样啦，但是一种感觉。对。啊，所以讲一路行来，甲迄个甲真是两阮的大家吼，变兄弟搁较亲是安尼来。甲伊担任伊个梁玉伟遐尼啊坐当，啊用伊拢做一寡好事嘛。哦，是我会有用一间善言吼，善言生命会馆，迄就是殡仪馆，种一下嘛。种一下。嘿，善言生命会馆，我会去用迄间是，嘛是因为伊遮一搭，因为咱本身咱的良友会拢有咧一寡帮助一寡吼无度出去的人。对。啊，拢帮助这弱势，啊，你斗3工。对，就是说没有办法办那个丧葬后事的，因为斗3工呢不简单哦。啊，拢哦，阮就一个主钱啊拍出去吼，啊，就一个拢，毋是你交足侪钱买，300、500、1000，啊，一个数字到啊，啊，就无收啊，就无收。所以讲，像伫迄个情形下，伊来拢有做这个动作，啊，我做这个这个行为吼。所以讲，我怎啊买啊，我一个。即马目前吼，我一个较早呢对我一个小弟，啊，有当个伊管毋过转来，我也讲好啊，你毋通过来啊，莫去用，因为他本身吼管拢2、3遍啦。啊，我讲啊，你遐嘛是办法，啊，伊个本身尾啊转来了后，伊个对即个葬仪的礼仪吼，礼仪师他有兴趣。啊，我怎啊，伊怎啊，叫伊去上课，啊去学，啊怎啊好了，怎啊开一间善言生命会馆。啊，我怎啊用这间怎啊落去做？啊，咧做吼，我讲保持一种就是讲，一个回报的心态啦，帮助一寡真正的弱势。好，因为咱有当时有一寡，他就是没办法走一步路，啊，都无人去认，啊，无都送出去。好，啊，我嘛讲啊，最后这条路爱互有尊严的出去。啊，所以讲阮伫个遐吼，有这几冬来嘛，有真济济。啊，甲伊帮助会出去，啊，足好个啊！是啊，咱讲我来讲，啊，较早咱歹代志做足济，即马当做咧回报啊，系啦，当做咧回报，啊，咱就将这个心态，吼，啊，来回报这社会，啊，咱会当做一个福德，做一个福德。所以讲我用迄个善言生命会馆哦，事实上嘛是有为阮迄个我家己的亲朋兄哥吼，陈顺荣遐吼，陈顺荣兄哥遐，迄咱荣誉会啊。得到一个很大的那种一种迄个感想出来，哦，这反映出来，啊，较来做这个代啊，所以讲，阮善言生命会馆跟我们良友会吼，阮拢会结合啦，结合，拢做一寡遮弱势，对，弱势，因为大家嘛知影，我店名哥曾顺良，伊本身虽然讲伊是啥物款，人讲讲伊拢黑道，我拢常讲一句话吼，讲咱两个黑道，事实上，咱是心地上较硬。对啊，有情有义的，比谁都有情有义哦。他真的是我足敬重的一个阿哥。吼，啊，讲咱有真济代志伫外口咧，甲人去接触啦吼，啊，拢用一种心态去咧甲人做伙啦，这是正确的啦。对。系啦，啊，所以互教伊吼。甲阮迄个像阮这伊叫做阿豪，吼，迄个阿豪，阮阿豪吼，伫遐人伊嘛做伫遐做这个生命会馆吼，互伊咧画吼，人伊嘛做甲足快乐的。哦。啊，每个去管训啊。对，伊无去管，即样讲加足快乐，啊，拢变一个菩萨心。哦，他就是。帮人咧办吼，帮人办拢办甲咱个人个主家吼，大家拢甲伊感恩，有足济是因为我关系，啊拜托伊去办的吼，啊拢我感谢，啊我就甲伊讲安尼就这样子就够了啦，人生安尼就够啊。对。啊所以讲，伊即马拢免惊讲啊，个啥物咧管混社会无，啊无伊管混2、3遍，讲到我讲你有够无聊。啊，因为伊会到假是因为20几年前，我咧管分队啊内底熟识。哦。系啊，啊伊当阵就教我就真好啊，等来了啊有伫我身边。啊无多一个过程啦，啊即摆嘛等来几落冬啊，啊嘛行啊真好啊，真好，这是
一个嘛是足大人生的一个收获啦。咱讲事实。安尼好个在伊问着你呢，你还甲扛为正道来啊。嘛得爱家己所以你着堪伊有缘啊。所以讲我做这吼，用这一寡会来来去去哦，包括讲像讲我的祖师公的有无吼？因为大家拢知影我迄个清水祖师是全国的创会，对啊，创会会长，对，创会会长。啊，因为我是昆新人嘛，是昆新的人，细汉拢出外，我尾仔伫10当前，差不多11当前啦，2010年吼，我搬转去是有原因的是，因为阮祖师公确实讲，就一直甲阮叫转去。伫阮遐的龙山寺，若要做迄个主任委员吼，爱迄个昆新的户籍爱伫遐较会使。哦，爱户籍。因为龙山寺是阮遐大庙啦，大庙景祖庙，所以讲我毋知会个先煞去转去啊，转去做主委安尼。对，你做主委嘛？咱知影讲有一个台湾清水祖师文化交流发展协会，其实这是咧发扬这个清水祖师的理念。这当个发扬甲，其实现在已经到国际了是。你啥迄阵开始想讲要安尼甲伊发扬出去啊？伊当阵去等于做咱昆新吼，阮是昆新遐龙山寺的主任委员的时阵吼，因为咱着细汉就伫遐大汉，祖师公吼。咱嘛拢较早咯，若考学的时阵，若细汉受伤啦，嘛是用香敷抹抹的。若艰苦啦，身体讲艰苦白疼啦，嘛是迄个食香敷，食三喙，吼，较早拢安尼。所以讲转去以后，感觉讲对咱祖师公吼会敢保庇吼，敢安尼咱需要咧做，因为迄当阵我已经搬转去啊。对。需要咧敢做，一路敢保庇吼。咱有足侪代志有感应着。所以讲，迄当我就拄好，伫迄当2010年迄阵拄好两岸当时咧交流嘛，两岸当时咧交流的时候，我拄好迄当阵，阮遐议员叫做郭和元，应该知影吼。我在郭和元。我的郭大哥，阮的河湾遐，伊对咱祖师公嘛是足虔诚。伊也讲安尼，伊讲阿上咱祖师公是毋是爱来大陆遐吼，爱去合作，因为咱的清水祖师是伫为安溪。泉州的安溪清水岩过来，训练过来。阮的清水祖师是全台开机啊，300几档啊，351档，351档。所以讲，怎去合作了，怎2010年，我请老祖过来台湾，伫台湾北中南一个月，拄好加起来都一个月，北中南。就巡回全台这样，北中南。迄当阵吼，因为迄阵大陆还个较足，还个龙虎的嘛，还龙虎。我去咧招遐一寡公庙吼，要来参加，因当作我诈骗集团的，就是要骗钱的，中国省教阮一个迄个总干事吼，迄个陈世川吼，迄款阮较早的祖师公的主委，伊嘛是对祖师公嘛足虔诚。一路去，去招了，2010年，请祖师公过来台湾，是一个月安尼，然后伫遐开始吼，开始顺带，等把咱祖师公的文化开始吼，甲用出来，过当年，我会成立一个全国的清水祖师文化交流协会。我创会起来，北中南一寡大家都拢，即马会员有过了10间啊，包括迄个台北足有名的三峡有无吼？三峡那个祖师公，对，迄嘛是阮的会员。也是会员啊，那个很有名。淡水的那片祖师，迄嘛是，也是。那个也是，台中台中的龙庄岩。因咧一寡遐较有名的宫庙的清水祖师，拢阮的会员。哇！所以你改集结这会的对啊。对，咱台南嘛有够侪间。正好，因为阮咧是一个交易嘛，一个联谊嘛交流。伫2017年，我怎办一个世界的迄个清水祖师的文化迄个研讨会。对。研讨会迄届，迄届照落咧，迄届人。泰国
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加拿大，你咱嘛想无到讲印尼啊，遐尼遐济。印尼遐岛一个岛就一间祖师公庙。哦，是哦，因为有拜这个清水祖师。清水祖师，我即摆所讲的印尼、马来西亚的云顶啊，无做有名云顶的吼。啊，个迄种清水祖师，包括迄个有一个嘛做有名迄个蛇庙啊。蛇庙里面就是清水祖师。咱办因迄种足热性的泰国啦，啥拢来参加，迄边，啊，去办研讨会。伫咱个社教馆遐，办研讨会，办到有大家主要咧联谊啊，所以讲，伫咱四群信众山寺咱个清水祖师，当即个文化，咱都怎来行出去，是安尼。对，所以就已经其实现在已经做国际化呢，走向国际化了，哇，这很不简单，推动这个宗教文化方面。其实咱的吴理事长除了推动这个清水祖师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文化以外呢，伊主要伫体育方面哇，真的是也很厉害哦。尤其呢，伊是咱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关注这会对吧？因为我们体育会里面下面很多分会，然后而且每次这个体育我们台南市体育越好办得越来越好。然后日前呢，我们这个在全运会，真的是这个成绩非常的棒，所以呢，我们的市长黄伟哲市长也特别去颁发这个奖励金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新闻影片。由台南市政府甲台南市体育总会联合邀请，110年全国运动会庆功餐会，27号暗时伫个黄金海岸方舟来举行，包括市长黄伟哲、议长郭信良以及侪位贵宾、民意代表拢到场祝贺。会中首先由台南市体育总会向市长来献奖，并希望112年伫个台南举办的全国运动会会用个再创更好的成绩。这全国运动会会当摕到89个金牌，迄个一金牌，我是希望看到89个金牌，但是是89个奖牌，所以讲比前一届进步到加13个，所以讲咱的112年的全国运动会是伫咱台南市咧举办，咱这选手大家加油搁加油，看咱有奖牌来突破100个。25面金牌，23面银牌，41面铜牌，总共89面。希望我们接下来112年，我们全台南市主办的全运会就有更多的奖牌。那么我们今年总共发出的奖金是3672万奖金。未来我们期待这个奖金我们继续给它发下去的。我们不够再用2倍金。2倍金不够，再去募款不够再去借钱台南市代表队伫即届全运会创下89面上好的奖牌数。为了鼓励选手，议长郭信良嘛建议调升全国运动会金牌奖励金。咱市长那个今年奖金已经达到3600几万元到出去，真正有进步，但是还未达到目标。今年的物资指数，公教的薪水将调到4%，所以呢，照理讲，3年的奖金原来的上升，这比市长每年单项的冠军，每个冠军金牌多增加10万。对此，市府教育局表示，台南市对110年起已经调升全运会金牌奖励金，个人项目金牌对25万调到30万，团体金牌嘛对8万调升到13万。另外，得牌的选手每个月还有3000到2万块的培训金。会中由市长一一来颁发各运动种类的奖励金，予软式网球、帆船、爬船、电竞等28个单项委员会甲选手，总共高达3672万。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哇，这届真正是这奖牌真正是上盖济，奖励金也是很多所以其实咱这个台南市体育总会旗下有很多的会，对不对？所以会当互咱理事长安尼带领之下，这届创下遐尼好的成绩，是毋是？甲咱分享一下。这体育总会
内底吼有迄个100个啊，即目前来讲有100个单项的委员会，是单项委员会，啊，搁有吼有全部有21个区体育会，啊，所以讲单项的吼，即个球类哦，包括运动赛事太济，啊，即届咱的中国运动会的成绩会提较遮好，坦白讲，咱市长吼黄伟哲市长吼，我足甘心的，就是讲吼，确实伊足全力会支持咱即个体育，一寡奖金嘛吼，一寡包括咧普通时啊训练的一寡费用吼，啊一寡迄个该用的像讲啊，都车马费啦，啥啦有诶无诶，啊偌济钱啥，他都加码。哦，都有加码，都加码，全部都加码。这对选手来讲很重要哎，都加码啊！大家我嘛拢甲遮个选手讲吼，啊，人市长咧足家庭啊，啊，你看咱免共努力一下吼，是，啊，无对咱嘛歹势。啊，确实这边诶，咱遮选手，伫对开始训练的时阵，就拢足用心啊。啊，所以讲这边的比赛起来吼，中国运动会内底。大好比进前，咱顶一届108年吼，108年是66地，这边是89地，加23个奖牌。哦，包括咱的即卖目前的教育局的局长有吼，郑兴辉，哦，伊嘛足欢喜啊，但是咱讲真诶，伊嘛是真正嘛是真用心啦，嘛真用心。或者咱一定要甲肯定。对咱的体育的先一路行来吼，对咱体育会诶，这支持吼。啊，尤其咱的体育处的处长，那个林立顺处长，啊，然后拢鼓掌，伊嘛拢鼓掌，伊的努力吼，咱事实上，咱在底下想讲公务人员都安尼啊，啊，咱较会使无爱努力，对人安尼做，所以这边吼，这边这个会提到遐尼啊好的心情吼，咱嘛是感觉讲有老话真安慰，主要嘛爱甲市长嘛爱交代钱，啊，尤其个112年。是咱台南市要办全国运动会，112年，哦，这是足大一个赛事，啊，嘛是用到咱的市长嘛是用到走去争取的。以前咱讲这个真正有咧听的啦，哦，伊都唔惊听，好，今年去了，有当要争取这来咱那个台南市办这个全国运动会，这那个人力物力都要投入呢。对，那所以讲。伫这情形下，伊嘛用这个体育吼，团一起咧冲，所以讲我拢有甲我这个体育的这好朋友讲吼，讲啊，那个市长吼，我个号一个名叫做体育市长安尼。体育市长，真正是体育市长。伊嘛，人个市长嘛是伫议会吼，嘛甲这议员有承诺承诺讲后要成立体育局，因为。6都只有我们没有体育局，对呀。那个新北市没有体育局，但是他们的人员有100个以上，我们才30几个。起码新北市嘛要成立体育局啊。对。所以讲那个咱的市长嘛，拢从善如流啦。咱坦白讲，就是有重视嘛。所以讲伊伫议会内底嘛有承诺要成立。对，要承诺，所以讲这点嘛要甲市长肯定啦。对呀。做这体育会的理事长是因为我对体育我都有做兴趣。做兴趣对，咱知影讲，你很喜欢那个棒垒球方面的，尤其你跟那个也很热爱棒球的彭恰恰是好朋友，对不对？这段故事嘛，甲咱讲一下。我本身最爱讲棒球，我不是科班的，像人的科班出身的，咱嘛是有那报了出去，就有那爱胜爱拍，所以讲我当初伫咱台南市。担任慢速垒球的主任委员超20档，超20档，慢速垒球的主委超20档，所以讲我就为慢速垒球拍到尾段，我拍棒球，拍棒球棒球这是长青棒球，它本身就是爱有一个55个以上，才会使靠资格，对，那个叫长青棒球，我呢因为拍棒球咱所知影彭恰恰吼。伊本身嘛做爱讲球，对啊，我拢来讲伊球少。咱讲即个伊为着拍这个棒球然后了一堆，那些影片啊，对不对？棒球的影片。对啊，就是那个棒球天空啊，对啊，那两块片
拍完这面了后开的，我甲讲哦，伊真正求笑。迄当阵因为我公司嘛有垒球队啦，万岁垒球队，嘛有棒球队，我有伯利防水棒球队，伯利防水棒球队，伊嘛是拍我这队的啦，拍我这伯利防水这队的，所以讲阮像迄个一两当前疫情还未开始的时阵我嘛拢有去日本比赛，亚洲杯，伊嘛拢有教我去，伊拢看你去比，教我去，伊足趣味的伊人，棒球伊都坐飞机调工去啊，一天比赛了，过两天佫随坐飞机转来，佫转来录影，所以讲伊到目前为止嘛是还佫拍，嘛是拢做热爱，系啊，嘛是还佫拍，但是即马伊拢伫台北嘛，所以讲伊即马参加台北的球队啊，系啊，但是我拢比赛拢随时拢有做伙啦，就逐时我电话咧电话嘛是个好朋友，拢好朋友，拢一直维持好关系，好朋友啦，确实，伊嘛咱讲这伊嘛是一个足好一个人，对，所以大家捌伊嘛知伊嘛是一个好人一个，对啊。因为理财比较不善啊。对啊，你看拍翕电影得当赔上亿的啊，对不？所以太投入，太投入啊！所以讲，伊当初像去年的时候，他也是担任我们那个远东的客座教授嘛。远东科技大学。科大，对，科大，他是那个客座的教授。伊若有落台南，就拢会去找我。拢会找你啦。找我。我尾啊，伊发生这个情形，我嘛足讶异的，因为他跟我在一起都没有那么痛苦的现象。都还表现得很乐观哦。但是保持暂时嘛是跟我拢有联络，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保持好朋友，因为真的是好朋友。对。伊也无我做成困了啊。我坦白讲，伊嘛，当然咧过程中有当时咱嘛该斗相共啦。斗相共，但是你嘛，甲咱拢无互你困了啊，都很清清楚楚。所以讲。所以这点我是感觉，我嘛有咧来鼓励啦，嘛是要行出来，无我足惊一条忧郁症的。对啊，还是要去面对啦。虽然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有你这样的好朋友的小体，你应该就是对，慢慢努力走出来。对啊，爱嘛真勇敢嘛，真勇敢。对，人生就是安尼啊，人生就是安尼啊。那我拢一个想法。好人绝对会有好报你安尼用这方向去做就好啊。所以讲我迄当阵我清水祖师咧办迄个全国迄个世界世界文化交流会的时阵，我以前有那个晚宴嘛迄阵我若请过了100多个啦，有宴王，有宴王，有啥物老烈，我有请伊来表演。伊表演的时阵是。表演2点半钟至2点钟是包几场的，当然较早迄个是无亮光，迄个啥 T360，即摆改做啥做亮光乐团，伊甲许孝顺，许孝顺，许孝顺就面的甲阮咧做事公面有够共的，足趣味的。我老爷影片我甲你看者足成的，足成。你这样一讲大家可能想要看一看对，影片我甲提供一个好，足成。我们 po 在电视上给大家看的。来，伊去表演遐时阵咱讲真的，伊赞助我请请100万。伊回馈，伊伫遐尔痛苦，遐尔经济遐歹情伊个回馈阮祖师公30万。所以伊阵已经负债的状况很严重，还回馈回来。对，所以讲这朋友我是就是讲，有当一寡小动作我们会甘心啦，甘心。好，那另外我们知道说，你除了喜欢这个球类啊，棒球、垒球以外，你还喜欢打爵士鼓大家一看说，你为什么会喜欢打爵士鼓啊？爵士鼓这是一个兴趣，我是咱这算业余的啦，也毋是讲像正讲人讲伊就像那个棒球咁款，也毋是科班出身啊。因为我会学这爵士鼓，是因为就是讲我咧讲阮迄个3年生命会馆迄个刘书豪无阮迄个执行长，对，因为伊当初阮伫咧公园队他是本身伊就是读书啊，他很厉害，伊迄弹比较落啦，个鼓，我拍到足好，伊较早是一间迄个。那个较早我们那个那个高雄那个舞厅都有现场演奏的，他是那个乐团团长。这样厉害。这么厉害
真正是普罗，那个乐器来讲，所以讲我迄阵啊，伫管队啊内底吼，伊教，哦，伊甲你伊我教爵士鼓啊，转来了，我对迄个做有兴趣，因为咱做囡仔时候对拍鼓也做有兴趣，啊，像我做囡仔都无钱啊，家那拼命做菜，哪有迄个钱通去，哪个钱通去学这个，拢爱钱啊，啊，然后变成一种兴趣，啊，都藏伫心内，迄就是我心里的秘密。哦，是。啊，大了，咱有法度通迄落会当个啊，就怎啊较往这方面啊咧拍，啊拍啊较叫伊落教，啊教安尼吼，豆啊，较落会拍。所以讲我每个拜六吼，每个礼拜六我们都会乐团，我们就拢会做伙吼，啊落去练啦，落去练团，啊足快乐个。所以讲有人讲奇怪，啊咧讲球啊咧啥物回事啊？啊我着本身来讲。我嘛家己本身嘛有头咧拍武术啊，武术哦，武术哦，武术，我都有头拜我一个师傅吼，应该有人足侪拢捌伊啊，迄个四行音哦，就是那个禅武，少林寺那个禅武，伊无拢留一个长七秋，迄禅武那个它叫做四行音，那少林寺34代，哦，34代的少那，他伊嘛是一个足传奇的，足传奇，伊是我正跟我的师傅。哇，所以你是该学的哦。我安尼你唔得足厉害。我正是，我嘛是算教练啊啦，我教练的。哇！所以我吼每一工拢会拍超20分的节目术。啊，每个礼拜一定要打棒球。啊，所以我来拍球的时间吼，有棒球我就无走摊啊。哦，我摊一定真济啊！啊，我也无走摊，因为我感觉运动身体爱顾咧。对。嘿啦，啊，拢我做爱讲球，做爱迄个这些运动的项目。对。啊，所以讲我迄武术吼，武术拢有当时啊，阮也拢少林寺那边吼，少林寺那边有的时候伊拢有咧办迄个暑期的吼，暑期免费的咧教这武术有无吼？暑期班，啊，我拢会去斗3工，会去斗3工，啊教，嘿啦，教一寡囡仔啦，一寡也推广武术。对啊，还去阮的啊强身啦，迄真正足好诶。对，迄是足好，对身体是确实真正足好帮助。哇，所以这样听起来，咱李署长吼，不管是棒垒球，还有武术，还有爵士鼓，你真正是多才多艺呢。兴趣，安尼做好啊。对啊。所以讲，这就是哦，有的时候吼，人生行到安尼来啊，会受足济，啊，都免计较伤济。啊，快乐就好啊，把自己怎么快乐就好。快乐啊，卖去计较一寡遐有无啊？计啦，对，哇，所以无简单的。你看像少年时阵吼，因为一寡原因啊，造成讲你踏入黑道，但是后壁改革自新了，你即马不但是事业有成，而且这个多才多艺，什么兴趣拢有，啊，拢是很棒的。然后还规劝很多人哦，一起跟你，我们来做好的事情，做好的事业，成就好的事情，这样真的是很棒，很励志啊，对不对？哇，所以吼，我们知道说，你非常的热心公益啊。其实吼，咱知影讲你是地方上，大家拢对你做尊敬的。啊，互人较好奇的是讲，你各党各派呀，不管是哪一党派的议员什么的，大家拢看你做好，看你爱你斗相挺啊。大概像讲安尼啊，你选举的时阵，你到底要安怎挺啊？这我讲斗相挺啊，什么咱唔敢，我讲事实咱无遐搞啦。啊，是因为大家拢好朋友吼，啊，管一散的各党各派吼，一寡大家拢有当时啊，互相大家会当斗3工的吼，因为好事大家讲加做嘛，这嘛不要讲，这可能个性的问题吼，啊，就只要做伙咱就用心甲人相处，用心甲人相处像这啦，选举若到。啊，就有当时啊，就讲啊，他插嘛这边啊去，无共党派拢找你，你边啊听？是啊，咱我拢讲话，我拢敢讲，国民党的就什么人，吼，你去迄个去挺什么人啊咧？啊，你无你就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我们选举很奇怪，做奥妙的啦，就是你叫民进党要投国民党，他就没办法。所以讲我来讲，无你啦。
啊，你前啊，你无你就民进党啊，你就投民进党的啊，什么人安尼？什么人安尼？我是有听到的对啦，反正伊的票袂走去国民党嘛。是你要叫伊讲，叫伊挺无共党派的人哦，挺袂落。他会跟你答应好，绝对会说好，但是事实上就是不好。就是其实不会投。绝对袂投，一定袂投啊！所以讲选举到一定拢会有这款情形，袂啦。大家互相，咱这议员大家拢会小体谅啦，大家小体谅啦。啊，咱嘛无遐搞，我讲真诶，我嘛无遐搞。到我都讲一个人会当填偌济人诶，无可能。我讲有当时啊，我甲用厝票甲无10票诶。袂，你其实票声应该是会让开做侪啊，但是就讲，这就是你为人处事的一个原则。其实你含做侪人拢做好，无分党派嘛吼。是，啊，不得不是啊。不得不是，因为大家咧做咧配合代志啊，处理代志有无吼？也是讲要做一寡有公益啊，一寡好嘅代志，大家一定要无分党派。尤其我体育绝对袂使分党派。哦，体育你分党派，对于到底什么都不对了。绝对得失人。对。得失人，所以讲我做体育的这个中国历史队吼，我都会跟我们那个秘书长讲，我秘书长嘛做好呀，陈良前秘书长。我非常的肯定他，他真的是，以中央嘛做熟，因为伊伫中央做副秘书长做超过20担。哦，这很你顾。对，全国的哦，全国的，所以讲借中央来用哈。而我们那个中央的那些管道哈，全国的管道很畅通，啊，他本身又是橄榄球的国手啊，对，那个长隆大学的教授，我也做专业了。做专业啊，所以讲伊帮忙吼，都如鱼得水。我讲真诶，吼，迄互咱感觉足好诶。啊，阮办公室迄个主任苏青嘛，伫那个体育会内底嘛足久啊。啊，伊嘛，他是算是也是一个女强人啊。哇！回给下回无，他真的是，迄表演互咱会肯定，绝对会肯定。所以讲，事实上我们体育总会，这种较早吼，咱诶。刘福才理事长有无吼？我是接刘福才理事长，我好知影，我接伊，啊，这拢伊进前伊拍好的一寡基础，这拢原底拢是做伊的主任，啊，做伊的理事秘书长，这好的人才咱会留落来，所以讲伊是阮好知影，伊嘛拍好遮好的基础，基础互咱的啦，对，啊，所以讲怎？一寡咱的体育总会，一寡各项的单项的委员吼，会主委，咱拢大家拢足团结的哦，敢若咱一家人安尼，一家人啊，就是说有事情，民主化的社会，大家来沟通协调，所以讲这体育会的理事长吼，就是要负责协调这方面。对啊，不简单呢，旗下这样100多个哇，100个单项，然后还有20几个。100个单项里面哦，他那个委员会，你嘛知影，球界嘛是有一寡正面的声音，甲反对的声音都有啦，各界拢有。都有，啊对啊，咱就是做迄个协调的迄个角色。对，无简单。每个那个委员会，咱来甲协调角色，啊，大家吼，因为为共同为体育嘛。为着共同为体育，咱袂使分党派，分党派爱协调，大家团结较重要。对，所以这协调了也好吼，所以就可以团结啊，团结当然你看，这届成绩就是遐尼好，啊，大家拢拍抱啊而乐的啦。是啊，咱体育总会下各单人个下吼，事实上大家都忙足投入的啦。我所看的，咱的一寡遮主任委员吼，都很投入。你看那个我当那个慢速垒球的主委吼，当了20年，尾啊我交予即卖曾信凯议员。哦，对。信凯议员我交予伊先，迄个交予伊，我讲你也心理准备，因为吼，做这个主任委员吼，就是减开钱就是算赚的啊，一定爱。意思就是爱开钱。一定爱开钱。所有即卖咧做主任委员的，我讲事实的吼。包括我们那个社企委员会啦，吼，那个阿新啊，对，阿新啊，他拢爱开钱啦。伊嘛像阮阿新嘛是有够，嘛是拢开钱。咱的真信凯议员办一个迄个主委杯或者总统杯，
主委赔迄100-200堆，咱市政府经费都1万3万5万，就补助一点点而已啊，3-5万块尔，那我多，家己拢要开几十万啊！我讲我做20档的主委，就每一档就是一定要开几十万啊，来办这赔啊。所以你开几啊100万，不9000万，这累积啦。所以讲，阮盛凯因为本身伊人嘛足相才，咱讲事实的，伊嘛车好，人缘阁好，伊做迄个下班水的球主意嘛，用了嘛足好的啦。开钱对伊来讲，伊就足敢开，伊钱才足敢开，嘿所以讲我做了安尼，办甲拢足好势，足好势。对，所以讲阮单人的一个这主意吼，咧开钱咧付出的好多，真的我都看到不求回报。哎，我讲过去，那不求回报，因为本身委员家己咧做的吼，像那个棒球，现在那个棒球的主任委员，就是那个南宁的总教练啊，陈宪龙。我拢叫台湖啊，他是很有名的国家级教练。伊叫做主任委员，他就把他整个整顿啊，他弄得很上轨道，很上轨道，专业来传专业来传，所以讲伊嘛做了足快乐的，嘛是爱开钱，系啦，你个非得你做主意就是一定爱开钱，对，爱开钱，这个体育事业要到三工节，一寡用选手有真济足好选手。确实讲，伊处理的经济能力也无好，咱这拢有经过的人啊，有经过这条路的，我们知道，所以讲，咱的设想爱互伊去会当帮助伊。像我们那个谈的是那个这个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就是那个咱的台湾体育总会来对那个举重的。举重的那个主任委员，那个许志成，伊是我换到小弟啦，伊即马像我良友会的，即马就交互伊啊，交互伊即马嘛是良友会的会长，伊做举重委员会开钱啊，啥啦有诶无诶，为头到尾，真正咱讲事实的，伊拢个甚至于讲一寡人若要一寡教练啊啥他自掏腰包了怎样？伊拢讲一句话，安心就好，是安尼。所以讲你看这边咱的举重的，咱有世界有无对。个第4名，对啊。有第5名，对。来用较好，这边咱的举重成绩全国非常好，这就是对的人去坐在对的位置。因为咱这边的主任委员是我派任的啦，我选的啦。你选到人。我请伊起来做，善用人才。请伊起来做。因只要讲他们委员会以前的组织，内底有好的组织的主委因推荐，我们就从善如流，咱就来看。如果说比赛有一些单项就真的是拢无咧当，你来个换人，再来换人安尼。像那个举重，他也是付出的，真正付出也足甘的。所以讲，真好，咱当时的体育总会体育的成绩要好，不是靠我一个人啊，我的一个人力量有限。但讲真的嘛，是他客家团队每一个人的这主任委员大家付出，对，付出。搁咱的体育会咱内底的团队一个秘书长啦，3个副秘书长，10个秘书啦，10个秘书啦，好大一个团体。就那个干事每个人都很尽职。我讲真的，这比赛无肯定的，对，非常肯定的。对，我的理讲师，大家嘛拢出钱出力，共同为体育。所以讲，一个体育会要成绩要好，要创啥，咱唔敢讲咱家己，就是咱讲了无。我讲白，是咱爱家综合起来。大家开钱有钱，有钱出钱，有咱出来，对，这才是一个重点。对，哇！所以在你带领之下，真的咱台南企业体育就是大家都非常的看好了。是嘛是最后嘛是长官的支持啦。对，像咱即马，我讲咱的教育局长嘛，足支持咱的。教育局长还有那个副局长吴国民，他也是嘛是足投入啊，足投入啊。咱的林义顺处长，就是整个我们那个体育的体系做很好诶，很幸福，有这长官。
包括咱的，尤其咱市长吼，一路来整个一条线都是真的是很支持我们体育会。对对，做支持，做支持。对对，所以你唔叫有活动进步了，进步。没错，是啊。哇，所以其实哦，真的是让你当我们台南市体育总会的理事长，也是我们台南人的福气。对对，好，那我们节目最后，我们理事长还有没有什么话跟我们观众朋友讲呢？没，这是安尼吼，迄个该做人就对啦。我感觉就是讲，过去无重要啦，过去无重要，啊，就是讲，过来，今嘛目前把握现在吼，做咱做应该做的代志啊，人讲哦，行善。就是像咱做事讲的精神吼，就是爱行善的精神，安尼落去做每一样代志，啊，有什么事情，就是说，一个爱留一条路，吼，留一条路互行，吼，啊，这宽宏大量的去做这代志，啊，好的代志，公益的代志，啊，咱大家共同来分享，共同来做，来参与，啊，体育的部分，就是讲有头爱足济吼，咱遮好朋友吼。啊，甲包括咱这边代表了啥，大家共同来斗相共斗支持，咱体育这块，啊，可以当强身强民安尼，是安尼，感谢，谢谢。哇，今天听到我们吴志祥理事长的故事哦，咱干妈公哇，好，现在我们的社会上呢少了一个大哥级的一个黑道人物，但是多了一个哇这么有善心、热心公益、推动体育啊、推动宗教文化这么棒的一个人，我们大家都好开心哦，也期待你未来能够做更多的善事哦，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那给大家再次感谢吴志祥理事长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好，那么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市民新闻这波底下各一段了，咱再会。